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这个台南市开基啉水夫人庙举办虎婆公夫人金准开府，甲百人祈福的仪式，有真侪人来祈福，希望会当保庇囡仔平安大汉。公虎婆是台湾真罕见、真少的民间信仰，甲啉水夫人同款，拢是儿童的守护神。传说会当为儿童治病。台南市开启啉水夫人庙，再去办祈福的仪式。所以呢，阮才搁定来钓刻到即只咱即个公虎婆安尼吼伊的任务上款伊就是最主要用去即个生水厝甲收件的部分。台南米店传统工艺手匠艺术刘进文专工制作5只密布，代表五福临门，更加是难得的补头的艺品。呈现金木水火土的一个概念伫咧内底吼，然后伊下骹做，就是有那做甲当日石榴的即个好做，会做底。等到开工点完了，咱乡亲就会当去现场参观。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